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创世纪26章第7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彼得的告白。耶稣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人安怎来论耶稣？或者是讲咱家己安怎来看耶稣？这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。亚伯拉罕的自我认知甲上帝的应允其实是相违背。对上帝的了解嘛有所差别，因为伊甲伊的太太撒来想尽办法要替上帝完成应允甲使命，也因为安尼，因伫领受应允的代志顶悬就出现着问题，而且佫较造成着夏甲的受苦。因对夏甲真无好，并毋是上帝的旨意。虽然夏甲为着亚伯兰所生的囝，嘛毋是上帝的旨意。当撒来苦待夏甲，互夏甲挡袂牢来逃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庭了后，上帝使者就伊来显现。创世纪16章第7节到15节的经文记载着当初时的情景。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，迄个水泉是伫要去苏尼的路中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“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？”伊讲：“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。”上主的使者就对伊讲：“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顺服伊。”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：“我要互你的后代济甲算袂得。”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：“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，着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，伊会亲像亚利亚，伊要攻击人，人嘛要攻击伊，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。”夏甲就称呼迄位对伊讲话上主做看顾的上帝。伊讲：“我看见上帝，我竟然要活地。”所以这个字就叫做比尼拿海来。这个字伫加底斯甲巴列的中间。后来夏甲甲亚伯拉罕生一个后生，亚伯拉罕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。夏甲甲亚伯拉罕生的以实玛利的时阵，亚伯拉罕86岁。所以对伫家己无够了解，对伫上帝的神格，或者是讲上帝的权柄、能力无明白的人，就真容易来做正大错。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来违背上帝的命令。上帝的出现，上帝的使者来甲夏甲讲话，叫伊搁回头到伫亚伯兰的家，是咧为着亚伯兰以及撒来所做的错误来做一寡调整，因为因对上帝的了解是不足的。
当最后晚餐的中间，耶稣甲门徒讲：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就开始议论纷纷，一直咧问讲：是我吗？因有出卖耶稣，啊无应该家己足清楚明白才对，哪会去问是我吗？好那亲像伫这个时阵，因完全无有把握，也完全无了解家己，所以耶稣基督传福音3年，到伫落尾的时阵，伊就带伊的门徒去到伫相当迷信、偶像崇拜真严重的这个撒加利亚腓立比。伫迄个时，伊就问门徒讲：人讲我是什么人？伊搁较进一步来问门徒讲：恁讲我是什么人？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0节记载着耶稣甲门徒的对话。这段经文的标题讲：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。耶稣甲伊门徒去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庄头，伫路上，伊就问因讲：人讲我是什么人？因讲，有人讲你是洗礼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。耶稣佮问因讲：恁咧？恁讲我是什么人？彼得因讲你是基督。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。跟对耶稣3年的学生，因是毋是真正认捌因的老师吗？事实上并毋是安尼。甚至伫最后晚餐的时阵，也有人来出卖伊。耶稣基督彼得迄一暝，彼得为着家己的自身的安全，3摆来否认耶稣。其他的门徒就四界逃窜，信仰个别来帮助咱更较清楚咱的信仰。更较互咱知咱家己是什么人，咱所相信、咱所跟对的上帝是什么人。但是信仰个别并毋是一个毕业证书，咱永远来往这个个别的方向努力来奔跑。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恁敬畏上主的，着称赞伊。以色列的后代着归荣光互伊，雅各的后代恁拢着敬畏伊，因为伊袂看轻善恶人，袂无看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我要伫大聚会中来称赞你的所做。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的面前写我的愿。善恶人会得到巴祝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，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的富贵的人，自责任者敬拜，连得要死的、得要归土的人，拢会伫伊的面前来跪拜。伊的子孙会服侍伊。主的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，
人会对将来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求主帮助阮家己明白家己，认捌真正的上帝，并且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状况，帮助阮更加坚定来倚靠上帝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